后来同款是非常欠水的，也佫有高雄美浓市的传里，大约1000外户的徛家，因为这个水井啊是抽无地下水，佫无自来水通用，这2个月以来拢是载水咧过日子，这生活过甲真艰难。 寒桶来载水，骑车往回，将一桶一桶水载上去。为着规家伙生活用水，在地人讲一天走20-30逝，真平常。所以平均1天要几趟？20趟，所以才20几趟才够用。 出来拢大卡桶啊，伫滴水，这是高雄市美浓区结阳、结河、结东甲清水里规千户徛家，因为无自来水的管线，敢会使家己挖古井抽地下水。不过这几年来，若到2-3月仔时，水井嘛抽无水，在地人只有逐工去载水。这我们长期一直反映这个问题，然后政府都不解决。他认为说，以大高雄地区用水优先，这些百姓如果说不去叫、不去反映的话，那说你们不缺水啊。 但是这问题是已经10年前就开始在发生了。自来水送未到，爱有自来水用，就要办理自来水员工工程，嘛必须要开拓新水源。目前水公司正甲在地人咧协调，会使同意因开新的古井来解决无自来水通用的问题。有规划在当地来找一口深井，来提供吉阳地区的民众使用。那目前我们这个规划已经在进行当中了。水公司将会出动水车提供水源，若欠水民众若真正有需要，会使甲公所联络，协助解决用水的问题。